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日前批准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即係啟德項目嘅鐵路方案，標誌住本港首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邁向落實階段。呢個唔單止係啟德發展區交通配套嘅重大突破，更加為香港未來公共交通發展開創咗全新嘅方向。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融合咗環保同埋科技，係一種能夠提高效率、安全性同埋便利性嘅運輸系統。咁相比重型鐵路系統，佢屬於中低運量嘅系統，特點係節能、智慧同埋便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注重採用節能技術，盡量減少能源消耗，亦都會同新技術相結合，以實現對交通狀況同埋乘客需求嘅即時監測、高效嘅交通管理、靈活嘅服務調整，並且實時向乘客提供資訊等等，以提升系統嘅便捷程度同埋乘客嘅出行體驗。同傳統重鐵系統相比，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最大差異在於佢嘅靈活性同埋成本效益。傳統重鐵系統造價相對高昂，建造期長，主要服務高客流量嘅主幹走廊。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則適合服務中低運量需求嘅區域。佢嘅優勢在於滿足香港部分地區因為地勢複雜或者人口密度相對較低而難以被傳統鐵路覆蓋嘅交通需求。今次獲批准嘅啟德項目全長約3.5公里，已設6個車站，兩端終點站分別連接啟德郵輪碼頭同埋港鐵啟德站。中途站係包括城景街、啟德空中花園、成豐道公園同埋啟德體育園，服務該區大概5萬居住同埋就業人口以及旅客。換言之，啟德項目將會為啟德前跑道區提供便捷嘅交通接駁服務，去到港鐵啟德站，強化區內商住發展、旅遊、文娛、康體同埋社區設施嘅連貫性。事實上，啟德跑道區嘅交通問題一直備受關注。原本跑道區只有一條車路出入，但係兩旁都係住宅項目，加上多項大型基建相繼落成同埋投入服務，區內交通需求明顯進一步增加。以啟德體育園為例，作為本港最大型嘅體育基建項目，體育園開幕僅1年幾，主場館門票銷量已經達到亞洲第一、全球第3，總收入亦都係亞洲之冠。知名體育場館數據網站 StadiumDB.com 早前亦都將啟德體育園主場館評為亞洲區最佳球場。喺體育園上演嘅項目會帶嚟幾多嘅人流，不言而喻。啟德郵輪碼頭係區內另一個大型基建，可以同時停泊2艘總噸位分別達到22萬噸嘅大型郵輪。舊年就成功吸引咗189班郵輪停泊，今年更可望吸引超過200班。郵輪碼頭可以為香港帶嚟大量高增值旅客，政府亦都正就啟德郵輪碼頭嘅下一份營運同埋管理租約進行緊招標。落實啟德項目將會有效釋放整個啟德嘅發展潛力，令到區內唔同基建更為暢達。建成後，相信對持續推動城市經濟同埋郵輪經濟發展具有正面影響。啟德項目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佢採用咗嶄新嘅財務安排。政府建議以公共運輸導向發展提供財務資助，透過授予項目專營公司系統完善用地嘅物業發展權，進行全盤規劃同埋發展，釋放相關用地發展潛力。使物業發展同埋運輸項目能夠產生協同效應，提升商機，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嘅同時，又能夠加快項目推展。此外，政府仲會藉立法引入一套技術中立、通用且標準化嘅全新規管框架，為授予同埋監管各個新集體運輸系統嘅專營權提供法定基礎。預期能夠縮短引進新系統嘅籌備時間，好讓相關嘅部門能夠迅速把握創新技術帶嚟嘅機遇。呢啲創新措施都充分體現本屆政府敢於破局嘅決心。我認為啟德項目作為全港首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成功落實同埋推展，將會為東九龍同埋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嘅2個同類項目帶嚟寶貴經驗。
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全長大約7公里，服務觀塘上坡地區超過30萬人口。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第一階段道路工程全長大概係4.5公里，連接泥圍同埋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內已經規劃嘅物流、企業同埋科技區以及住宅區等等。啟德項目嘅有序推進，喺規劃、設計、融資、招標等各個階段嘅實踐經驗，包括點樣處理公眾諮詢、項目嘅嶄新財務安排、工程期間可能遇上嘅各種技術挑戰，將點滴累積成為東九龍同埋洪水橋項目嘅重要參考。特別係啟德項目喺公共運輸導向發展模式、簡化審批程序、技術中立規管框架等方面嘅創新嘗試，都將會為其餘2個項目嘅順利推展提供咗實證基礎。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落實，唔單止係單一項目嘅成功，更加標誌住香港公共交通發展邁向一個重要里程碑，證明喺傳統重鐵之外，香港可以有更靈活、更高效同埋更環保嘅集體運輸選項。隨住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技術嘅不斷成熟，以及香港喺相關規管、融資、營運等方面累積更多經驗，呢種中低運量系統有望喺本港更多地區應用。無論係服務包括北部都會區在內嘅各個新發展區，定係改善傳統舊區嘅交通接駁，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都能夠發揮獨特優勢。啟德項目預計於2031年投入服務，將會為區內嘅居民、上班族同埋訪客帶嚟全新嘅出行體驗。短短3.5公里嘅項目，既解決區內長期以來嘅交通瓶頸，亦都為香港未來嘅交通基建同埋經濟發展開創更多可能。